你有冇發覺自己塊面唔係老得好快，但係下顎線越嚟越唔明顯，成塊面冇力托住？呢面點解會鬆？呢個問題多數唔係皮膚，而係脾胃出咗事，因為脾冇力托住啲肌肉。中醫有個好重要嘅概念，就係脾主肌肉同埋脾為後天之本。呢個究竟係咩意思呢？即係你每日食嘅嘢要靠脾胃轉化成為能量、氣同血，再送去濡養肌肉。如果脾胃開始失調，面部肌肉食唔到力，面部嘅根基得唔到足夠嘅支持，咁面部嘅肌肉同埋皮膚就會開始鬆、揼、浮腫同埋冇力。咁有啲咩解決嘅方法呢？我哋試下面部針灸。面部針灸嘅原理好簡單，佢唔係拉皮，而係喚醒根基嘅張力，改善循環，令到肌肉重新識得出力。透過微針疏通腸胃功能，當內同外平衡， V 面先會持久。如果你塊面係鬆唔係瘦，第一步唔係去做幾多塊面膜或者做幾多次肌，而係問你個脾臟有冇返緊工。如果你覺得呢啲資料幫到你，又覺得有用嘅，請 forward 俾需要嘅朋友 ，follow 我 subscribe，下次我就再講多啲關於面部皮膚嘅護理。